李兆基博士傳記第二章成長一立足香港持家創業。1948年的香港春天，在李兆基的眼內顯得特別明亮、悅目、和暖清爽。跟這小城重逢於多年懷念之後，自然地發覺它可親可愛。李兆基有的是理想，有的是幹勁，有的是青春，有的是豪情。加上年方19的他正是初生之犢，不畏眼前事難，總有信心自己的前景有如初升旭日。他的雄心壯志即根源於天生勤奮堅忍的個性，也仗賴年少時就開始承襲的難能可貴的金銀業閱歷。自然還加上李兆基口袋裏那傍身的1000塊錢，這使他如虎添翼，決意在這個多年前以一見鍾情的城市內努力闖出一番事業來。從第一天駐足香港的中環，李兆基深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氣開始，他就希望自己成功。成功的定義在他是無負於先天稟賦的個性，無愧於後天環境的培育，將他所能發揮的智慧、能力、心思盡情發揮，把他所能把握的時機、際遇、緣分盡量把握。如果這番努力導致他飛黃騰達，也是相關相連有因有果的成績罷了。就這樣立定了宗旨，李兆基先從生活的最基本安排做起。他沒有想過在人生路不熟，還未分清楚香港九龍的東南西北方向時就盲目置業。他甚至不認為要浪費金錢去租用一層住宅自用。反正李兆基只不過孤家寡人月明，日求2餐夜求1宿的基本生活需要不難處置。他決定把每天的24小時，包括了補充體力的睡眠時間在內，都專心一致地用在建功立業之上。於是李兆基跟首次來港時一樣，寄居於李氏姑婆位於跑馬地成和道49號的家中。一經落腳有地，他就如識途老馬般，嗅一嗅城內金融業務集散地的芳香，直朝那個目標進發。李兆基有信心以他的金銀業看家本領闖天下。當時的中環文咸東街足足有20-30間金鋪銀店，專營黃金買賣、外幣找換、匯兌等生意，業務性質跟李介甫在順德的永生銀號沒有分別。李兆基來到香港之後，開始在那些金鋪銀店掛單做買賣。他的兄長李兆麟亦在世叔伯之澳門寶昌金號工作。寶昌金號與香港寶生銀號，即現在寶生銀行前身的老闆是同鄉老友，同聲同氣，同攜同寶，拍檔已久。有一段時期，香港金價比澳門金價貴得多，寶昌和寶生聯手經營，自國外訂購大量黃金，由澳門進口後，在貿易場套戳買賣，也有在門市出售，盈利甚豐。李兆基因住兄長和世交支持，在買賣黃金上得到方便，加上上海和廣東為主的水客有如過江之鯽，天天塞滿一條文咸東街。水客手上最多的貨品就是黃金。時局動盪，在朝不保值的大氣候催促下，南下港澳的客商都帶着大量黃金傍身，勢在必然。早已練就了識別黃金成色、成分成數、專業本領的李兆基，即可以運用銳利得穿金透銀的目光去鑑別黃金的質量，更能巧妙地把金條往分金石上一擦，就能定奪它的成分。這時香港金銀貿易所買賣黃金的熱鬧，不下於現今股票市場的情形。有了這番本事，非但不會被走賣黃金的水客佔去便宜，而且心算越來越精確，對黃金市道走勢越來越有把握的。李兆基每次在一買一賣彈指之間，就可以獲得一筆相當可觀的利潤。因此，李兆基到香港不足1年，已有能力匯款回鄉，照顧家中大小。解放前，李介甫家有生意做，又有田地收租，屬於富有。解放後被列為地主階級，要受清算，所有的財物全被充公，家中變得一無所有。李兆基除了急需匯款回鄉作為安家費用之外，還要為父親繳納罰款作為賠償、代罪等用。李兆基在香港賺到的第一桶金，正好解家中燃眉之急。而持聘金融發展貿易，1952年、1957年。
中國大陸在1949年解放了之後，大量的人口不停湧到香港來。10月13日，廣州市民實行緊急大疏散，一天之內就有數十架民航飛機抵港，從陸路經深圳，從水路經澳門而抵香港的，更是不計其數。1950年1月6日，英國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且主動提出了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要求。對英國此項建議，中國於同月9日復電表示願意接受和合作。於是，香港中環雙架雲集的食肆，諸如金城茶樓、德雲茶樓、高升茶樓、蓮香茶樓、大同酒家、陸羽茶室等，都聚合了一群群自各地來港發展的金融界人士，其中也包括何賢、馮景禧等，他們都不住交頭接耳，談時論政，得出的意見相當一致，那就是香港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因為它將是中國大陸與海外全球溝通的一個要塞孔道。有一日，金城銀行的楊造英副總經理跟李兆基在德雲茶樓茶聚，告訴了他一項相當有用的數據。楊造英說，對1952年的展望，香港產品的外銷會激增，估計能達到6億或6億元以上。李兆基立即心算，得出了一個對他相當吸引的數字。如果香港產品在來年外銷超逾6億港元的話，那就佔了香港全部輸出貨品總值20%。這個劇增的比例明顯地標誌住香港已由從前轉口港地位轉變為貿易和製造中心。李兆基知道金城銀行的業務以輔助商假從事進出口貿易和支援工廠製造貸款為主。楊造英的這個說法是有現成業務數據為推論基礎的。廣東俗語所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李兆基火速把握機會，請求楊造英給予他銀行貸款支持，讓他在製造業和進出口貿易上一展拳腳。楊造英一口答應，不但因為銀行的錢要找出路，而且是要找穩當而正確的出路。他對於李兆基商業觸覺的敏銳和數字計算的精確，相當的佩服。有這種條件的商人，無疑是銀行尋找的理想業務對象。於是李兆基立即從五金行業着手，同時從事營運出入口貿易。又因李兆基跟澳門的兄長李兆麟保持密切聯絡，無意中物色了出入口貿易的一個好助手蕭經岳，真是人夾人緣。李兆基跟蕭經岳很合得來。再嚴謹一點的說法是，李兆基從沒有視對方為僱員，只以朋友之禮相待，以拍檔之情相處。蕭經岳呢，對李兆基徹頭徹尾的喜歡與敬佩。3. 進軍地產成立永業。1958年、1959年解放之後，香港人口激增，工商業日益發達。1954年政府公布，全港經營登記的工廠共有2494家，屬下工人11萬多，未曾登記的工廠工人數目逾10萬，增幅較去年接近1倍。這些工人都是年輕的、朝氣勃勃的，等候住適當時機就成家立室的。跟他們的生活最息息相關的就是房屋問題。2年前，政府的第一個廉租屋村在北角模範村建成，得以入住的人高興得尤甚於中了馬票。而實際上規模相當的廉租屋村在供求方面還是有一大段的距離。李兆基並不認為政府關照市民居住問題的步伐能趕得上民生的迫切需要，有目共睹的先例。在1953年的聖誕夜，深水埗石硤尾發生沖天大火災，焚毀木屋7000多間，導致6萬人無家可歸。港府才銳意撥款港幣1600萬元，在災區原址建築 H 型的多層徙置大廈，安置無家可歸的災民。是非到了有燃眉之急，港府才開始積極研究推行房屋徙置的計劃。為此，李兆基非常肯定，香港目前最有需求的製成品應該是樓宇無疑。成功生意在於滿足市場需求，成功生意也在於少受時局影響。比起任何一種金融工具來，房屋始終是可以捉住、揸牢、實苦實作地存在的東西，不容易在轉瞬之間就灰飛煙滅。再說，李兆基滿懷信心地想，歸宿是人人的渴求，有瓦遮頭是家家戶戶的願望。於是他堅定意志向房地產進軍，自然要走好這條路。最大的問題是資金。發展房地產與黃金買賣匯兌及出入口貿易比較，前者的投資需要有一個起碼面龐大的資金，不同於後者可以豐儉由人，多少隨意。
李兆基手上的資金從事別的生意已游刃有餘，但拿來買地建築就未免有點捉襟見肘了。然而有志者事竟成，因為只要有心，機會就在你左右。李兆基平日慣於在中環夏蕙餐廳與一班商賈行家午膳茶聚，交流市場資料，研究投資機會，討論時事政情。自從他把地產生意擺在心上之後，就留意到原來同道中人者眾。首先是老早已認識的馮景禧，他對嶄新的投資概念一律歡迎，只要有生意可做就雀躍不已。再而是最早時在澳門專營洋集迪信發行東主郭德勝，在大陸解放後也移居香港，開辦鴻昌公司，一邊繼續經營洋集生意，另一邊也注意到香港人口膨脹速度帶動的民生需求，而銳意集中精力在地產方面發展。就香港地產發展問題而越談越起勁的，也不只是李兆基、馮景禧和郭德勝，還有胡少熾、黃紹軒、戚中黃等三人。既是觀點相同，看法吻合，於是坐言起行。胡少熾、黃紹軒、戚中黃加上他們的好朋友呂彥祖、郭德勝、郭錦濤、馮景禧、李兆基等8人，決心合資經營地產。合資公司的寫字樓順理成章地設於胡少熾的名下，物業中環士丹利街16號3樓，又取其永遠基業的好兆頭，將這合股地產公司命名為永業企業公司。永業於1958年成立之後，實際掌管公司行政和積極推動公司業務的只有李兆基、郭德勝和馮景禧三人。因為其餘5位有他們自己原本的生意需要照顧，難得李兆基等把所有事務處理妥當，也就照常每日在夏蕙餐廳留在一着，午膳聚會時才參與討論業務。這個習慣一直維持多年。李兆基、郭德勝和馮景禧三人對永業是真的全心全意、全情全神投入。他們之所以談得來、合得攏，因為做事的態度相當一致，除非不下決心從事，否則決不氣餒，永不言轉，朝住目標進發，直至得心應手為止。開山劈石的功夫，首先從沙田酒店的計劃開始，成了永業旗開得勝的第一役。由於李兆基專心發展地產，蕭經岳也覺得自己是時候自立門戶，往外頭闖一闖了。在他打算給李兆基請辭之前，李兆基笑微微地對蕭經岳說：你要告訴我一個消息，我也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還未待對方追問，李兆基就喜形於色、急不及待的搶先給蕭經岳說：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探訪我的女朋友？李兆基的女朋友名字叫劉慧娟。李兆基帶蕭經岳上劉慧娟的家，無意之中，蕭經岳竟在客廳的茶几上發現了一支黃大仙的靈籤。他好奇地順手拈來，一看，只見籤旁寫上了批解籤語的幾行小字。若是女子問卜，此君可否付託終生？答案是信女有幸，求得上上籤，嫁得如意郎君，終成大器，四海揚名，域外稱霸。且品性溫順，念舊懷遠，心情厚義。他日必是君體妾心，多所愛從，唯怕妾身福薄緣慳，有負君心。蕭經岳看罷，哈哈大笑。劉慧娟在結識了李兆基之後，問卜姻緣，自然表示神女有心，加上雙王有夢，可見會水到渠成。小登科在望了。終於，蕭經岳向李兆基陳明意向，決心辭職。之後，他才默然發覺，原來自行前往新加坡開廠創業所需的資金，與他的積蓄還有一個距離。思前想後，說什麼也不好意思把資金拮據的困難向李兆基道白，向他求助。誰知辭行之時，李兆基對蕭經岳說：以後如有困難，記得回來找我。這麼兩句關懷話語，叫蕭經岳激動得衝口而出道：我如今就已面臨困難了。最終，李兆基二話不說，借了港幣3000元給這位要離他而去、另立門戶的僱員和朋友。事隔多年，蕭經岳已於新加坡發跡。李兆基往訪敘舊後，在回港的航機上，同行的李醒國把蕭經岳的一封信交給李兆基。他打開來一看，赫然是3000塊錢。李兆基一想，知道好友未曾忘記舊時恩惠，開心地笑得合不攏嘴來。1959年對李兆基可以說是豐收之年，永業企業公司站穩陣腳，合作愉快，事業上的一個里程碑，昂然聳立於他32立之年。
同年，中環大華酒店內筵開百桌，商賈雲集。李兆基既有香車迎淑女，又備有佳肴美酒宴嘉賓。這時刻，事業與婚姻盡皆如意。唯一的遺憾就是父母未能自鄉間來港主持婚禮。李兆基想，人生總是有遺憾的，只有遙望故鄉，默默地感戴親恩。四、三友同心，創新鴻基。1963年，永業在李兆基、郭德成、馮景禧三個主帥，帶着馮貴權、盧超俊和羅景雲三個將領的通力合作、悉心照顧之下，營運得相當成功。其後擴展神速，職員增至10餘人，其中包括